咱在座诶人拢对这个头拄啊，即马安尼有拢是敢若第一摆来，今仔第一摆来上课人，搁我知影者，什么人？因为是大部分拢是第一摆吼，对不对？所以咱因为你有留落来，所以咱就搁加较深入一丝啊，吼，对不对？较深入一丝咱有加较济一丝啊，吼，咱会进搁加较济一丝甚至迄个有诶旧诶学生，咱会当做家当做复习。陪咱这新的同学，搁做一摆学习，搁做一摆学习，咱迄个母音，咱的母音，咱的母音，咱拄有讲过啊，迄个啥有几字？有倒几字？来，i u e o， 对不对？这个 o 伫迄个伫迄个呆罗，呆罗就写做 o， 这个是呆罗。呆罗就是台湾罗马字，呆罗就是台湾罗马字，这是即马这个大家安尼讲，大家拢会当接受的一个名，其实呆罗就是对教会罗马字，就是对教罗，对教会罗马字来，对教会罗马字来，所以这搁另外一个，咱搁加一个啥？拄则有咱中间的老师在咧讲，迄个物件真好，迄个在学习迄个啥台湾话时对这是一个真好的迄个物件来训练我是，伊讲拢讲袂好势会晓讲，哪阵会晓讲，会晓听，总是呢讲袂好势就会感觉安尼唠呆安尼。就较奇怪咱即马教这物件，这个母音的部分，咱拢知影这母音部分一定爱有母音，头前干那老母音，干那母音伫咧时无问题，若有主音佮加落时，就会当变化真侪的音，你所发得出来。就会当啥？你发得出来就会当迄个会当用通过这个拼音的系统，就会当书写出来。所以咱台湾的罗马字，教会这罗马字是拼音文字，毋是拼音哦。有真正人讲迄是注音啊，迄是字，是字哦，是咱这个是基本是咱这是一个称作拼音文字，拼音的文字，这个拼音文字。所以咱有真侪人拢会无清楚讲，你台湾迄个台语拢无字，哪会无字？台语的字就是咱即摆咧讲这个，这台语的书面化，上早书面化，就是咧用这个字。你甲看伫迄个啥，迄个西拉雅，台南迄西拉雅遐荷兰人来到遐时，用要教荷兰话时，发现有迄个成立迄个荷兰的学校，要教因荷兰话时，发现有相当的困难，有相当困难，所以尾来时就通过这套的系统来教遐个西拉雅的原住民。通过这个原住民这个系统，会当将字写出来，会当将迄个意思写出来这就是台湾的迄个书面语上早的开始。书面语上早开始是迄个时阵哦，所以毋是书面语开始毋是迄个啥，迄个汉字遐哦，伫台湾这块本土，迄个书面语上早是迄个罗马拼音的字哦。就是咱即摆历史看的是，咱有看足济的文章，咱一步一步来，遐是遐物件包括因的地课，因为遐地课，即摆伫迄个历史的迄个考古内底有真济这物件我的老师，我师大研究所的指导老师温进华老师温进华老师伊就是咧做即方面的研究，温进华温进华教授，伊原是和我拄则咧讲迄个迄个曾万寿
教授，共款拢是伫师大的老师伊了的时阵师大退休了，从即马伫中央，目前伫中央大学。我3月我迄个年底时有去台南参加一个研讨会时，有去找老师面见面足欢喜吼伊的手底都足侪迄个保持足侪番仔客，迄个番仔客吼，番仔客就是迄个啥番仔客就是拢迄个客哦。就是以前的迄个时代呀吼通过在罗马字书写含人做迄个买卖所写的立的迄种契约这拢总有，即咱伫咱的咱即摆真资讯足进步，伫咱的迄个拢会当找着找着。包括我论文嘛有小写着即个物件吼拢小介绍。我论文是做迄个语言变迁做语言使用的变迁的即个物件即个番仔客所以这就是咱台湾的迄个上早的迄个书面语的开始就是用罗马拼音在罗马拼音，咱即摆开始在学咯所以咱都毋通讲咱毋捌字哦，咱有真济台湾人虽然要讲台湾话，总是伊是毋捌台湾字的伊就是有影，迄就是伫阮即摆即摆迄个啥，即阵咧讲迄个伫台语界咧讲，这就是台语的文盲嘛。干那要讲尔嘛，就是像我拄仔咧讲，阮迄个以前伫迄个迄个贵族协会咧工作时迄个英语讲愈叫的一个清摒扫的欧巴桑伊其实你摕英语又看无，就是伊就会晓讲，伊干那要讲尔，伊毋捌文字嘛袂晓书写，所以说安尼伫语言内底是要无正经讲做会晓。你若袂晓讲做，咱就无正经讲会晓。你安尼英语就你迄个语言若会晓，就是讲爱听、讲、读、写4项拢会具备，你才是即个语言你拢学会。若无的是拢有会晓一丝个无完全所以即个物件，咱甲即个迄个，所以你甲即个概念互大家，所以你就有，你若要招人要来读册时，伊会讲台语我都要讲使着学对毋对你都甲讲足侪物件你拢毋知，你若即落是咱的台语的物件，足侪通读。台语的物件有足侪物件通读，是咱拢你我拢无去接触到的，咱拢无机会伫咱的受教育的即个过程中间，拢无机会去接触。当然，即摆已经开放咱即摆是一个较民主的国家的社会所以咱应该是一定爱愈来愈有。有这种，即阵伫台湾内底台湾迄个台语的系数已经有足侪有甚至已经到博士班。我是已经坐会对咱讲坐会有一个同学甲我讲，你是偌坐会安尼啦伊讲你看我是偌坐，伊甲我讲好，伊个真厉害，甲我讲你25年出的啦25年厝的是即摆咧算个伊咧，我毋是，我毋是25，我是49年厝的对毋对？我是49年厝的对笑甲恁会阁想讲49年厝的生做安尼，敢若有较操劳一丝对毋对保养我是1949我是1949，我较无咧讲迄个对，我是49对，咱不可拢爱保持迄个。少年的心啦，对不对？就会愈来愈少年。阮咧学生阮昨暝去探访一个学生，迄个学生已经大学毕业因爸妈甲我讲，阮的囡仔迄阵细汉的时倒来一直问我讲妈妈，老师真的老师敢若25岁尔老师29岁尔安尼啦我讲迄是几年前迄是几十年前对毋对我以前咧教学生少年的时啦，即摆袂使我少年时拢教学生讲，老师你几岁？我讲我29岁明年上课伊嘛讲，我嘛29岁，逐年拢29岁啦到即摆来真正无法度人拗落去对不对？即摆真正即摆我来讲，实在足趣味。来，咱即摆来讲这物件迄个即个拼音内底，即个声母就是这物件。咱个读好势了，咱今仔即班咱开始来学习迄个
迄个声母，吼，好无？声母，即有几个？啊、伊、有、诶、o 6个嘛，对不对？啊，再个啥？所以基本上你讲母音，拢敢讲6个母音，6个母音，吼。啊，这是拄啊，我咧讲迄个声化的韵母，声化韵母，哈，声化的韵母，又称为怎么样？又称为怎么样？片母音。对，因为这是声化的韵母啊，只有3个，吼，对不对？啊，当然，但第一讲母音是拢敢讲这6个啦，吼，对不对？吼，啊，总之这3个就是声化的韵母。过过来时，就是咧讲啥？这是母音哦，吼，母音嘛称作韵母，嘛称作什么元音啦，吼，对不对？吼啊，这物件吼，来，咱即摆说入去，咱来讲声母，声母就是主音，声母就是主音吼。来，咱来讲声母，声母我要个声母真紧吼，声母有几个吼？咱即摆先看，咱来，我来写一遍吼。声母是啥？主音。声母是主音，来，我现在要来教咱大家啊，咱用我无要用迄个传统迄个方式教，我要用我遮侪年的迄个教学经验来带恁啊进入这个，你会足紧就会晓吼。来，咱有啦，咱小看一下吼。来，来，咱甲分这安尼的，这4组，这4组就几个啊？8个，吼，8个。咱会安尼分组，你甲看你就知影，这有关系，对不对？这有关系，对不对？啊，这个头前甲后壁，所无共款，是干那加一个啥 H。这个 H， 这个 H 伫迄个语言迄个教育内底，这个 H 发动作，这是啥？这个说的是啥？气音的记号，气声。有诶讲气音，有诶讲气声，吼。来，这是气声，气声的符合 H， 而且就是有迄个气，吼出来，吼对不对？啊，这个是啥？咱这读书，来，你来试看觅来，这个来这的拢爱开嘴哦，你拢爱开嘴，唔敢用看的来，好，即摆过来，佮介绍一个迄个台罗拼音，一个伫即组有无共款的所在？这两种共款，干那即个CH，台罗写做啥？知影吼，就是安尼。这个是台罗，所以台罗即摆是用 TS， 啊，这其实伫罗马拼音有足几种，那是伤加吼，歹势，迄个来，迄个 CH 来 TSH。来，这个 CH 改做 TS， 安尼知影吼？安这个物件吼，咱即摆按照一定拄着两个拄着两个迄个啥？无共款的所在吼，伊改迄个无共款的所在吼。来，咱先甲这音读个好势吼。啊，咱等者再来试看伊无共款是安怎？来，p
的歌科之吃对，再吃哈吃哈吃。来，今天你看卖，咱来看来波，咱来发音来波。你手形容安来波。来，咱看第二个加 H 变成坡。有啥无共款？有啥无共款？起噪的，这就是上气声吼，啊有气上出来吼，对不对？你来用一张纸吼，你来用一张纸，你来看卖哦，你看卖，你来像这，你看坡，来我读坡变成坡，好无？吼，迄个纸水会有迄个上气，其实坡也好，当然拢有气，总是呢。这个是有上气，哈，迄个有上气，所以这就是上气声，哈。伫这种坡、特、科、之，哈，之，这伫迄个语文学习内底，这叫做上气声、送气声，哈，安尼知影吼？咱几下迄个迄个名词，吼，拢来甲定义好势，啊，咱就知，咱即晚都已经背啊。搁选的有啥？搁选的啥？过来咧，狮子过来咧，啊？无。好，来，这有几个？这有8个。这种，这有几个？6个，几个？14个啊！哈，安尼差不多特别耍，恁特别当下课啊！哈，来，我们看一下，来，波、坡、的、特、歌、科、之、吃。好，过来这是啥？呵。这几个含义发音拢共款，对不对 ？H 对。对不对？你若有读英语的吼，你甲吼小甲比一下，你就知影。来了是个。来，这个音有完啊，这个音有缘是真侪人较发袂出来啊，特别是讲华语的人，因嘛无这个音，吼啊，所以因都拢会发袂出来。拄则有一个同学有请你念，我就甲念，都特别好势。比如讲，这是啥？这是咱这是啥？这是读做啥？这是啥？岩就是歌，来歌，暗呢？暗是啥？岩，第几声？第5声，这是岩。所以在迄个华语学习的囡仔，伊就发这个歌就发袂出来吼。啊，你若惯势拢用华语，你得吼，这是生岩哦，什么倒叶岩吼，是岩歌吼歌啊，所以我教囡仔吼，拢细汉就会晓，因为你自然互伊对细汉安尼学习伊就发音就发好势，啊，咱即摆若受，所以咱即摆毋捌学过这囡仔啊，咱。在座有真多，咱拢是安尼20-30岁，这30岁，恁伫学习的中间，恁拢无受到这个真正确的这个这个台语的迄个教，会晓讲，会晓听，总是拢凊彩讲凊彩听吼所以讲了就安尼会感觉台语所讲了煞，大概有接到电话时吼，就讲我讲你歹势，你讲我拢听无呢，我哪会听无？伊咧讲什么我哪听无吼？我拢听嘛，我就是要爱用台湾来讲。歹势，我拢讲咧我要讲咧袂练转去，我讲袂，你慢慢仔讲，温柔仔讲，你就会接慢慢仔练转，爱就慢慢仔讲，因为特别甲我招这个保险吼，也是要创啥吼。当然，伊就一直讲，我讲恁爱好好学习，所以我捌为着安尼吼，
我捌为着接到这个电话吼，结果有人迄个保险公司请我去做那讲师，甲因讲教台语，哇，所以去趁一个钱哈，佮哈。毋是我毋是最主要，毋是讲这个，最主要就是讲这个物件吼，就是一定爱通过学习。包括有一个迄个医学的研究单位嘛，请我骗我去甲因加医生、加迄个护理人员吼，因就是要做一个迄个，要做一个迄个。试验要做一个访谈，要访谈的时，你一定爱含遐patient、遐患者，吼，爱讲啥？讲台湾话。你若袂晓讲台湾话时，你咧讲伊就听无啊，吼啊，所以真侪哦，真侪医生啊，真侪患者，这是即摆医病关系出足大问题啊！伫迄个真侪年前吼，迄个。台北医学院北医啊，有开一个国际的迄个医病关系的研讨会，吼啊有请我骗我去伫迄个研讨会内底做一个报告，就是咧医病关系的即个物件，我有写淡薄的论文啊，伫迄个国际的研讨会内底吼啊有报告，啊报告了时，迄个北医的校长吼啊甲迄个伊讲。谭老师，你来阮遐教吼，我讲好啊，好啊，好啊。尾下我知影有一个一个老师吼，伊就已经早到伫迄个所在，第一个我就讲安尼，迄种熟悉吼。我讲无要紧，后摆咱有机会吼，对不对？当然啦，总是无去即，我较袂去主动一直去讲要去倒去教安尼吼，对不对？吼总是医病关系，即摆已经有真侪吼医学院已经发现到即个问题。因为你若发音无好势，你去的时候，即个患者入去到位时，听你咧含迄个护理人员用英语讲遐拢总听无，迄个患者拢真紧张。你听无？伊当然甲你讲听有啊，伊若甲你讲伊听无吼。我这样讲你听得懂吗？懂，其实拢不懂。你倒咧听，拢讲袂好势吼，对不对？你到时就会出足大的问题。比如讲迄个啥，迄个护理系吼，是迄个护理系，我是护理系的学生啦，对不对？听起来阿伯安尼讲要讲要带一个吼，对不对？是不是？医生讲甲迄个患者看了是讲，阿伯，我跟你讲，你的心肝无好。阿伯气一个吼，讲我互你看身躯，你去甲我含我心肝，甲我看，讲我心肝无好，就是个啥？心脏无好啦，佫毋是心脏无好，讲心肝无好，对毋对？肝嘛无好，对毋对？所以这就是医学生，其实较聪明的医学生已经看到这个问题。虽然医学院内底有开这个课，即摆有开的上早开的是台湾上早开的是迄个高雄医学院，甲即阵拢一直咧开。尾啊北医嘛开，尾啊朱济第一伫花莲，讲要叫我去教，我讲卖啦，你拢拜一个课两节课我就爱。透早就要上课，我伫台北，我毋爱透早去飞过，上2节课咧飞转来，我讲安尼，若无在政治这个大吼，我讲安尼毋好啦。我教迄个要教迄个院长，迄是院长哦，是那医生，我甲你教，我讲足简单诶，我甲你教，你拢会晓讲嘛，伊个医生嘛，我资料互你，所以我拢规套甲迄个，我是安尼老师咧，我甲规套迄个医学台语教材规套拢总送互，佫毋是卖伊哦。拢送互伊呢，拢送互佮安尼啦，送互伊。我讲你若有问题时咱再去做伙讨论安尼啦。结果尾下拢也无接到什物电话所以我就知影讲伊处理了真好伊安尼真顺遂，因为伊本身就医生嘛，伊佫会晓台湾话嘛，伊台湾伊是。伫即教诶物件无法度，我著甲教伊遐罗马字即个物件教，讲你著安尼教，若有问题是你做你你做你安尼，迄聪明伊做医生足聪明诶嘛，佫有我即种年龄有我即种年龄，拢有经验所以伊著进行了真好。听讲迄个啥选课啦，学生足侪啦，足侪。我等我要退休时，我退休过来毋过应该爱改，马改嘛有对毋对迄个遮拢总有啦。等一下我来下向掠着是讲好，我答应我来遐教我带马改，是来迄个啥，迄个北医教安尼啦对毋对？这本来就是这医学因为医生，你若袂晓讲的是，特别是即摆即
少年的医生吼，咱若食到老，咱去看医生时，咱会紧张呢。伊讲迄咱拢听无，爱讲咱也听无啦，对不对啊？吼，是毋这其实这是真正真爱注意的吼，对不对？来，好，咱即摆讲开去吼，咱即摆讲遮，咱即摆你看卖，遐有6字，遮个有遐有8字，遮有6字，安尼加起来14字，对不对？安就差不多拢好啊。咱安怎读？咱即摆今仔等下是爱甲遮拢读互会晓。甲读互会晓，甲读互会晓，互伊识来看第时，因为咱即摆进入开始要开始组合的时阵，咱就开始迄个来，呵、了、是、日、么、个，即个个音爱发老实来个，比如讲来瘙痒做啥？猫哦，毋是猫哦，毋是猫吼。面猫猫吼，对不对？猫吼，对不对？迄个文雅有没有？文雅就是文雅哈，文雅哈，对不对？这都来讲好势。这个歌哈音爱发了，这音爱注意哈，这音爱注意哈。拄则讲，即摆说来去就是迄个啥搁有一摆，即摆搁一个，就是咱爱搁注意哦，就是伫即个声母的所在搁有一个啥？搁有一个，来搁有一摆一个，含即个有共款无？我拄仔讲这是做啥？声化韵母，所以迄个声其实这本来是声母，安尼知无？所以这组字含这组字是共款字哦，总是用伫无共款的所在，伊的发音就无共款。所以这是声化的母。那伊若是声母的时，读是读做啥？毋是咯，是读做么、呢、来，搁一摆来么、呢、对，幺，迄个幺吼，哈，对不？来，这是声母哦，这个含这个是咱今仔学习的重点，一定爱分清楚。我甲你讲，我拄则咧讲迄个，我虽然细汉拢学过，我有若感觉，罗马字有困难，尾也是。伫迄个啥，伫10几年前，迄阵还未去做迄个事，拄有看到一个有若演习会，迄阵开始迄个台北市迄个台北县吼，开始有一寡即个母语运动一直咧出来时，就伫台北县有开即个母语教师的训练，我就想讲，我时阵拢会晓，但是我若爱来报看嘛，到底是咧创啥货？去的时吼，我本来还佫小可会晓，去上课上一个我拢变总讲语。拢回去，我尾也想奇怪咧，无应该安尼呢。我是做老师的底，所以我对每一个课，我每一节课，我拢会安那，我会去想，今仔上课时，这个学生的反应是安怎？我这个教法的时，学生的反应是啥物款？我会当对这个反应内底，我会当知影讲，我这个教法，我这个讲法。是正囡仔学生会当接受，会当较容易了解。我有当讲了时，咱老学生面对我就知影，这个我讲了无，我就较紧去修正这种讲法。就通过安尼，我多年来安尼过来10年内底教学内底，我是用这种方式咧教学吼。我当然拢会去，这个所爱改。所以即马来，恁这算做较。中后期才来进入这个班的学生，即摆咧教这物件吼，是已经拢真，恁会当讲真成熟，会当真迄落。我即摆拢用这个方式，嘛拢咧教真侪母语老师，教要去做老师的，教已经咧做老师的，吼，教因要安怎去教，安尼教的是就足简单。你看我安尼，其实我拢工作者有诶无诶话，对不对？甲时间拢好。迄时间都过，无吼，这排时间排遐长，讲两节就了啊，对不对？讲两节就了就拢免吼。所以这物件，你若甲斗你时间其实无介多，总是呢，你一定爱训练。我即摆这讲述内底是要互恁对即个台湾话会当愈来愈听，会愈识，恁会敢若
真接听吼，毋是讲干那上只 I U A O 安尼尔吼。咱即个台语的课，就是有台语刷入去时，即马开始进入拼音的时，就是有会去发展足多，就是迄个啥，咱的日常的用词啊，日常的用词用安尼，恁迄个所在讲安尼，阮迄个所在讲咧，比如讲头拄仔讲光机，爱讲马基吼，马基吼。Maki 吼对，啊，Maki 是日本话啊，吼，啊，台北较高尚的所在，吼，拢，轻视家己，啊，台北较高尚的所在啊，拢讲较日本话吼，啊，我嘛是伫庄卡虽然阮厝拢足侪日本话，这是我吼。对毋对？马记我是知影是讲咧，即个咯。啊，这是阮拢讲根基，吼根基，阮佫较传。啊，即摆是安尼。啊，咱即摆就是咱学习，咱通过安尼，咱有对南部来，有对北部来，对中部来，对东部来。啊，咱伫无共款的所在，咱迄个所在所讲的，有无共款？咱就是诚做咱的学习的语料。啊，咱安尼学习的是，咱后摆。拢会变做是一个真赞啊，真优秀的台语的人才吼，台语的人才吼，咱拢会当安尼讲。来，即个所在，咱爱记起即个所在，伫迄个读音无共款，伫即个所在你你无当火气吼。我今日讲火就是要互恁灭火吼，要互恁灭火，所以我才会特别安尼甲恁讲吼。即个是注音的是读做么呢个读出来。么呢这个是啥？所以这若是伫后壁的时，拄咧讲母音，咱拄上第一节课时，咱上迄个，这个母音的结果就是伫后壁。那放伫后壁的时，这个母就读做那放伫头前的时，就变做啥？么呢用安尼来区别，啊，要哪区别？咱来看卖啊吼。比如讲，这来我先试一个，来咱来看卖来，咱先来区别。比如讲，这是，这个是啥？这个是么？这个就是头前对不对？这个是主音，这个是母音。么啊，对不对？妈，对不对？来，么啊，这是妈，对，这就是妈哦，吼。啊，那这个咧，那像看安尼一字咧。来，安尼时阵，这嘛是分做两个，对不对？这个就是变做，这变做，对不对？这是爱读啥？你看安尼，所以恁是足聪明的，都是安尼爱分别安尼哦，这爱分别得清楚吼。这个伊放的位置无共款吼，啊，就是变做安尼吼，但是伊读法都无共款，因为这当做是母音的时阵，就是放伫后壁这位置的时，就读做。这个是说对，这头前就爱读这个音，就变成哈，对，变成唔是读这个哦，唔是读这个所以这个物件咱一定甲分好清楚啊。我一直伫想讲，我是安怎遮聪明的人，哪会去上迄个课上就当灰煞煞，等下吼，我一直想，奇怪哪呢？我尾下咧想讲，可能我迄阵拄咧想妈妈啦。拄无专心吼，拄安尼散神去安尼吼啊，所以我尾后摆对迄边迄点开始，我后摆伫上课是讲特别伫即个所在啊，做真清楚的分别啊，真清楚的分别。所以咱来看咱的注音，拢总有几字对伐？8字加6字，搁加这几字3字，拢总几字？17字。所以咱咧讲母音有偌济？有6字，啊，咧注音有几字？17字。干安尼尔啦，这样加起来是比例啥？比英文吼26字较少的，总是会当讲出来的话，发出来音，都拢会当
通过这物件，拢总会当写出来吼。所以咱的迄个，咱一直讲嘴讲台语啊，手写台文啊，就是讲嘴讲台语，手写台文吼，对不对？咱的啥？咱的较早的时阵，咱的医生，迄个外国来迄个宣教所的医生来是因的迄个啥？伊咧教咱遮的学生的医学院的爱学生，还是迄种迄个迄个在地医，还是教医护人员，迄个第二受医生，因迄拢总是用罗马拼音，拢是用罗马拼音写，包括还有一本安尼吼，高的一本，迄个内外科看护学，有无？同学，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内外科看护学，带人手有吗？你们老师有拿给你们看？对，你内底有显过无？好，后摆来现看卖。可能即摆你本我有一本吼，我有后摆有机会是我摕了。迄个拢总是用迄个啥，用罗马字写。就是什么邮寄安怎用什么话哈，邮寄结少啦什么，拢总是用罗马字写。罗马字写出来，拢是台湾话。因为讲出来拢是台湾话，安尼知影吼，所以这物件咱家好好迄个，咱迄个正个摆，咱迄个这物件后礼拜错个摆来个讲一摆，咱就会当安尼听。来，即摆到遮呢，敢若是软啦。即摆音敢若软啦吼。咱即摆说落去，咱会搁后坐是咱会教八声调，教声调落是有，咱台语有八声调吼，对不对？这是软，就是伸进去哈，那软入去吼，而且软啊，总是呢，软有八音哦。咱来总好利用这时间，咱来迄个者来软。来，我们来西好把臂高唱落，拄啊，咱台语的这个八声调吼，西好把臂高唱落，啊，咱用这个来做例，啊，咱来念看卖啊吼，咱迄个敢有印着遐互恁有吼？有吼，好，恁看，好，咱即摆好，咱即摆既然照上吼，讲到即个声调，咱即摆知影即个，注意听哦，咱即摆开始有讲到母音，讲到主音，佮有讲到伊组合起来的时阵，对不对？啊，组合起来这就是主音、母音，爱注意的是即组 M N N G， 那放伫后壁的时是读做迄个N N。这是凭做声化韵母，就是声迄个主音啊，化做韵母的吼，这就是这是声化韵母，也称作片母音，这个是总是呢，那伫头前放伫头前的话，就读做这点一定要注意，莫叫乱去哦吼，叫乱这个就乱哩。来，咱搁做伙读出来，甲这17个甲这个17个迄个迄个声迄个主音，声要搁读出来来，p t t g z c， 来 h l s z b g 哈，对不对 ？b 哈 b b for bird 哈 for 对不对？对 g 过来嘞 m n 咱转去的时，甲这17字加这个6字加这个3字，咱家分别好势读然后识哈。马上足简单嘞。你足简单，你会袂记起哩吼？你请你即几礼拜拢较认真嘞吼，较认真嘞吼。咱既然有时间要来拨时间出来学习，咱甲学好。毋忙，逐期拢甲学成吼，学成吼，学成咱搁讲一摆，咱毋管伫各种行业内底，咱拢会用到。
毋管你做医生诶，吼，咱在座有迄个医学生吼，在座有迄个你伫外国倒来诶工作诶学生工作者，有伫内政部工作诶人，恁拢会面对吼，咱伫无共款诶工作即迄个你迄内底拢会面对需要讲台湾话诶人。你若用即个台湾话，我若去看对方来讲，伊会感觉你足亲切。我若转去南部。我其实伫南部，阮有足侪客家诶朋友同学，所以阮自然伫学生内底，阮着学习足侪迄个客话。咱嘛是爱学其他族群诶客话，咱诶朋友嘛，吼，咱诶同学嘛。我若去到客庄，诶时，我着下面讲几句客话吼。足亲切，伊就感觉讲，这敢若咱乡亲对北部转来吼，足是。物件未买，你也袂甲买样，伊就一直去食啦，特别是咱咧南部足热情诶所在吼，都迄条拢安尼差不多半小时安尼啦，当然咱毋是讲要甲伊谈即个小便宜，就是讲迄个感觉，你会感觉足好，这就是迄个语言诶迄个啥力量嘛。咱一定爱通过即个物件，咱来讲，咱诶医生，咱咧看患者时，咱教会有一个足有名诶医生吼。我对外口对人无迄个听到讲，伊咧讲对一个医生吼，足安怎。我讲著我诶朋友啊。伊讲我讲是安怎？伊讲好有够赞诶。我甲问讲兄弟啊，好人安尼甲你传讲你好，你咧上赞你是安怎吼？伊当然伊足赞，我知影。伊咧看患者，就是安那。伊咧看患者，就是用足侪台湾话。甚至大部分拢用台湾话，伊讲含患者，患者当然少年嘛会有啦吼，当然，但是较侪人若像咱即个会吼，对不对？较侪有当会即个嘛较有时间通看病啦，对不对？若像即摆囡仔读册时，哪有时间通去看病？咱若小可才算者，就讲来看挂一个号所以患者较大部分拢是咧中老年的即个人啦吼。其实伊拢用真亲切的台湾话含伊讲。所以伊个评价足好呢，迄个评价吼，伫迄个评语，大家拢讲伊足，人家感觉讲伊足好，我伊足好诶伊实际上属于足好诶。我伊是好安怎？毋是共款开互恁食吼，我伊讲无足亲切，互人感觉迄个亲切，迄份亲切，就是会讲出迄个情，所以足重要哦。包括我讲，我若咧行路时，若迄囡仔咧袂讲，这个一个150、200，什么货啥啊？我拢行得过。伊讲，这一个150，这足好食哦，这足甜哦，什么货？我就甲停来，甲下面讲者讲，这是什么倒位啊？安尼讲是，佮灭，都是安尼啦。这就是迄个讲出你的迄个心的感觉，这是足重要。所以语言的力量，咱毋通忽视。语言是一个足重要的动力吼，咱一定爱做伙来用吼，做伙来拍拼。来好，这么呢甲这个就是咱今仔日爱学习的。咱说起咱来看，咱的迄个啥，迄个所以咱来看下边咱的课本吼，咱即摆看的课本内底，咱都有写吼。咱请你甲画一个吼，有无？印互恁的迄张吼，下面吼，下面的迄部分。咱先来看迄个注音的部分吼，咱先来看注音部分。你看第一个波有没有？波，这你得用一个甲画起来，好无？甲画安尼，甲画一个，这就是因这两个有关系吼。一组我是用安尼甲恁教哈，咱后摆若做老师咧教学的时，就要用这种方式来教，安尼就加足紧的。这17字你就要教会煞吼，17字安尼甲教，安尼我伫学教拢安尼一节课。就拢 OK 啊啦，吼，40分钟来波一个吼，搁刷来去，搁倒甲讨，搁一个，搁一组，搁甲画一个吼，对不对？后日第3组是搁甲考，对不对？搁一组，搁刷来去跳2个，对不对？搁跳2个，搁过就是变啥？吃跟知跟吃，知跟吃的顶管，请你用一个暗笔。甲用暗笔哈，咱统一用迄个大陆拼音，拢用暗笔，甲字咧甲写 TS， 搁一个哈写出咱甲顶，莫甲画掉哦，爱伫顶管加，因为咱的原来迄个物件嘛甲画掉吼，咱是加学习一款台湾罗马字吼迄是甲咱几个尔，头拄有一个学员就甲我讲，几字啊改我对，就是几字改尔，无啥物问题吼遐物件你毋是讲改遮就是遮毋对。毋是讲
迄个该迄个。安尼嘛毋是即个，拢这是即马咱伫教体制来就 TSJ， 就是伫迄个7月时啦。那迄个教育部的考试是，你着拢爱写这吼啊，咱两个拢学，敢若几只尔，拄啊一个OO，搁一个啥？迄个即马搁一个 CH 加 CHH， 哈对 TS， 哈对，敢若即个尔吼，所以咱这物件甲 mark 起来吼，安尼知影吼？来，咱搁刷落去，即4周就8呀，对不对？来，咱搁倒转来看啊，头前一个 H 甲 L 对不对？和了对不对？啊，搁刷落去，搁正边迄边是字对不对？搁过迄个 MNNG 迄个零，你看 MNNG 搁目睭甲往点完起有无？点完三个嘛是 MNNG 对不对？迄个请有哪甲用一个不共写甲用个，迄个是生化韵母，就是声化韵母的读做，迄个读音无共款咯，是放伫后壁。即个就是迄个片母音，安尼知影吼？安咱就规组安尼。我即个数学老师我咧上，阮老师讲，哦，你上迄个文科的课，我若像咧上迄个理科的课，佫有做，我写本来就是安尼啊，小规例一下吼，对不对吼？来 MNNG 吼，你看安尼，即两组爱特别爱注意，爱读好势，安尼就无问题啊吼。安尼咱来看即个。搁另外一个迄个下边迄个声母上下边遐，尾啊迄两字是啥？个甲无对不对哈？无个即个个音爱注意读好势。咱等于是作业拢做这物件。好，刷落去，咱搁来看顶悬，看即个即个下边，即个下边写迄个波波摩佛，迄是伫迄个10多年前拄要开始做迄个。总会讲，迄个教育公布社讲啊，紧去做这，但迄个时阵的氛围吼，对迄个氛围也毋是真理了。所以有真侪人要学习拢总袂晓啊，所以得用迄个波波摩甲写，注定要帮助这看到人会当发音，总是你毋通讲想哦，看安尼就会当读，有关系爱上课吼，爱上课通过这上课才会较紧。这个波波摩这咱尽量莫看，哪会使吼，就甲它涂掉了。就迄个啥，用迄个啥，我伫学校拢总无互囡仔看即个波波，因为即个波波摩佛，即个伫世界是无通用的，是干那咱台湾在用，来克吼，是咱台湾在用尔。所以即种物件无国际化的物件，咱都卖了。所以我伫学校我拢教学生讲，迄个当甲画起来。你上课，我甚至作业嘛无印象，我拢你考试嘛无考，迄个毋免，迄拢总毋免，吼，拢总画起来。你若认真学习即个拼音会好势时，老师随开随发音，你就随写会出来。比如讲，我讲红红，还是迄个啥，讲迄个蒙福的人，迄个蒙就是啥？伊蒙就是啥？蒙福就是蒙就是有迄个伊播音是啥？后壁即个读是啥？翁，对不对？头前就是啥？蒙就是无翁蒙蒙福，福是啥？福恶，对不对？播音是恶。对不对？迄个声，迄个主音就是啥？和恶福，所以这个安尼啊，你讲就是啥？就是干那一个母音尔，人就是啥？人，这个就是啥？就是主音，就是啥？母音，人，所以这足紧的啊，这有可能呢？我有听过一个教授讲，伊教因囝2点钟就要读啊，有可能哦。迄是会当安尼好音安读，但是要读甲真好势，要对台语的迄个深度搁入去，迄是入门尔啦。就是讲，知影是安尼用尔吼。所以咱若认真学习时，咱是真紧的会当进对遮来进入这个台语的水，吼，进入台语的水，吼，对不对吼？来迄个咱来讲。即个音母音，即是拢大母音，总是呢，咱都有迄个啥，有迄个小母音，有无？咱有小，比如讲，咱来看咱顶悬，咱有一寡吼，就迄个复合韵母，有无？迄个部分，咱来看卖来，咱就开始来学习这边吼，咱来看卖，好，再先来听，先开，咱遮拢知影吼。来，咱来看卖对不对？变做啥？伊，好不好？伊，
啊，来，拢真自然发音出来，啊伊，I 对不对？你看伊这个音，对，啊呜，嗷，你看这个啊加伊，啊加嗷，对不对？啊伊，I 就是 I 嗷，就是安尼，后边这个尾音从收起来，啊，就是安尼甲拖长收起来，啊伊 I。来，啊呜嗷，来，过来噻，这是啊伊爱啊呜嗷，过来嘞，对不对啊？这是啥？这嘴要合起来，平安的安吼，哎，过来嘞，当然这种是播音，对不对？这种是读播音，来这是安哦，对不对？你看就是安尼，这就是符合。咱即摆后摆看电视，咱就随看到这就知影，这是 I O。我爱恁知影迄个口音的方法，会当直接看电视，莫讲看到一字的时吼，头前佫有倒转，佫对遮开始好安尼啊，就咱对即么上新的迄个语言教学内底看咧，就随读会出来安尼。看咧，咱训练这个，我即摆拢带恁即种方式吼，互恁随看咧，咱基础在了时，咱随看说，咱就知再一拼法是 I 对不对？比如说 I O安尼记起来吼，好，搁说来去嘛，安尼呢倒转来，比如说啥？这是对，来，过来，搁有啥？来，来，这位来这个注意听哈，这个又是一个台罗哈即摆用来这个音，就是咱来看咱边啊，咱来看咱的课本的边啊吼，咱的课本的边啊，这个所在，搁较亚正手，搁较过来是有下边有一个 ENG 有无？有没有？有一个 ENG， 这个就是 ENG， 这是音，这个罗马拼音是讲这音，总是即摆。这个台罗改做 ing 讲音吼，对不对？这个所以咱有来用红笔甲写的，这依然是台罗即摆都无写 eng， 是写 ing。比如singing 吼，对不对？音吼sing，对，安尼知影吼？好，来，安尼有了解无？ENG 是咱的教会罗马字在用的，总是即马咱有讲到一个台罗，这就是教学体制即阵大家拢总协调起来时，即马这个 ENG 拢甲用做 ING， 所以这个学习一下吼，互你知影一下，因为你即马有可能伫去教会以外的系统的物件，会看到真侪，毋是教会，毋是罗马字的系统的人，一寡少年的学生上，因伫写的文章，因得用 ing， 吼所以咱来甲学习起，吼，几个即摆遐一个，加个一个吼，咱即摆安尼有几个吼，这个物件吼，咱甲来是读的发音，就是做音啦，迄个音，这个音啦吼，音吼。来音的音吼，这个音吼，这个音吼，好，咱即摆过来看，伊过来倒边的迄个啥，迄个有一个有伊，对不对？对不对？有伊，咱请过来甲，这迄阵十几段，迄阵有诶有漏一寡吼，就感觉讲安得是，即摆咱即摆已经教到即摆来，咱甲教落来，有 A 话，搁一个。
对，有恩温温。对，温哈，安尼咱遮个哈，咱遮有哪个甲教落，家己咱的课本内底哈，啊，来有温哈。对，搁有一个是啥？有啊哇，哈，对不对？这个来有啊哇哈，敢搁有？哈？哎，也袂咧，吼，来有爱，吼，对不对？好，对，安尼知影吼，好。咱即摆等者搭过来个听，咱即摆写物件先学习会使了，咱再看正评有无？拢写好啊吼，正评有一个这本，佮讲这本册是教会罗马字吼，咱佮刷入去遐有一个，对不对？对不对？啊，过来。好，其中这两字，其中的这两字，这字就改做即嘛，注意听哈，这个字诶，迄个啥，大陆拼音就改做这字，大陆拼音哈，这字就改做这字。伊用本来是啊哇变成啊哇，本来哇变成哇。安尼知影，干那即个尔吼，啊，就是即个大陆即个物件吼，啊，就这个地方吼，即几啊所在吼，啊，即几啊所在特别，咱那个注释，安尼就差不多，就拢总要来好，安尼来看卖吼，无要紧，你即嘛拢会晓读，即嘛拢会晓读吼，来是知影迄是啥来 I O an呀 u in 哇 为哇为对吼，来个有几字啊？咱即摆已经教到这时，咱就拄只。咱的小朋友就讲，搁有一个啥 Y 吼，两字即摆改做啥？有 I， 你看这是 E I Y， 对不对啊？哈，罗马拼音的拼音方法是由怎么样？由右而左啊，为正手边到倒手边迄个啥？那迄个头前后壁就讲由后。而前哈，对不对？对后边一片总是我爱恁，就是安 E I Y Y 哈，对不对？按规个，咱就后摆看到这个 U 咱就知影这是 Y。来，过来咧，那加这个来变啥？哈？One， 你看这是 one， 这是 one， 对不对？安尼知唔知？就是安尼啦。吼，咱的字就是一直安尼来吼，对不对？来，个那加这个落是咧，咱这种那加是不是？以后，安尼拼音，咱是不是就足简单的会拼音出来？来，过来，咱来。想念吼，来 I Y O 幺 yam an one yang， 再来呀 u 不是 u 哦，是 u in 哇为大家想来甲遮记起来吼，甲遮记落起来，咱就会当真咱等于是那个读遮物件。咱即摆来看迄个下面显过吼，显过另外一页吼，
咱突然一个就讲，迄个一位同学就讲，卵，迄是卵还是卵？吼，对不对？这个是卵，头拄迄个啥？卵其实有佫会当发展过来音，吼，对不对？卵来西，咱来看咱的声调变化内底，声调伊遐都有写，声调遐有写一八，对不对？这两三是，对西好把臂。高高唱落，西好把臂，高高唱落。所以你就知影，西是第几声？第一声，好第几声？把第几声？臂第四声，第五声高高唱落。这个中间，咱来注意听看卖哦。咱来看卖，咱先来练习这个声的位置，来加用这拄啊。所以你若台语讲的好势时，就是你的位置放了好势，就是你咧讲话的哪成咧唱歌，唱一首真好听的歌，吼。你若讲无好势，就听着袂好听，吼。真济咧讲话会听到就袂好听。咱台湾人，特别是咱基督长老教会教会内底的人，吼，教会内底人，若有受过台语的训练的，吼，讲话拢会真好听。人拢会感觉讲，无形中，若伫一个群内底咧讲，你若徛起来咧讲话时，人就感觉讲，这个人讲话有含咱咧讲含别人咧讲，敢若小可无啥共款，会感觉安怎？加足好听，加足迄音韵的韵会真好，就感觉哪像咧唱歌咧安尼吼，对不对？所以真侪摆人咧讲，所以你讲话无共款，敢若真我是安怎无共款？伊讲真好听，迄个所在，迄个顿的所在，啥拢说这拢咱会伫这个教育中内底，咱会做训练，吼不包括你一个演讲伫啥，你毋是一句话甲安尼。规个也是一篇文章安尼甲读出来呢。你爱甲你的声音，甲你的韵，甲你的迄个调讲的是，就是迄个讲的是迄个声情、声情、声音的感情，甲带入去，真适当来运用的时，你就会感觉讲，这个讲话会真好，真好势，真好听吼。咱第教的是，来，咱来练习这个西好把臂，吼。咱就知影讲，嘿。西就是一定要第一声，若无时就变做别种意思去，吼。来，西好把臂，高高唱落。咱知影对字是对第几声吼？咱即摆来试看觅，咱用迄字来读，咱来甲用这个音来甲带入迄个这个八声调，看觅来，西西西西。西西西西，搁一摆来，西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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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真久以前，我有教一寡外国人吼。有一个有一摆咧教这声调，教着这伊讲，老师，我安怎？伊个动物园吼，伫咱咧台附近遐，咱有闲，咱来动物园好无？我好啊，我来你时间什么时我就两个破体，就当时阮两个小约要去动物园哦，真欢喜。阮就迄时就做伙坐车，讲者伫路边你就知影要动物园，要经过迄个坐个车伫迄路边拢有看到，开始分山区就拢有真清脆，真欢喜看到啦，看到牛啦，看到啥拢总有看到是去到动物园的时，看种迄是狗迄是啥物安尼看，拢做出突然间。老师，我安怎样？你看，我足大声佮发足大声，足欢喜，看到迄只足欢喜，讲你看迄个笼仔内，讲迄笼仔内有两只狮，我两只狮，我听起来讲，哎哟，两只狮是啥哈？我带一条，我甲看卖讲，买两只狮了啥？你看伊个狮是第一声，伊甲发做第二调，伊甲发做讲两只狮。所以你看觅迄个音，所以咱台语是一个声调真重视的语言哦。你的声调若无共款的时，你的声调若无好势的时，意思会变无共款。所以无共款，有时啊像这头拄讲，使看做讲做使，迄是笑笑的吼。有时会
动作会有时会造成误会，吼，对不对？所以咱台语是迄个声调的语言，咱的声调有关是伫咱的台语的语言内底，包括是真重要的角色。所以咱必须要甲迄个台语的声调甲掌握无好势，吼，啊，迄个声调包括迄个伊的转调变声，这都是拢爱来学习的，吼。好，咱即摆来练习即个西好爸比，啊，甲迄个。拢啊带入去，咱做两个啊，吼，做两项，你就知影讲安怎练。你家己转的时，啊，你下课时，你伫落这电梯时，你就讲西，啊，你若看到对一字时，你就对不对？我伫后头训练学生时，啊，拢真紧，啊，几啊，因就知影讲啊，妈，伊就妈，哩，安尼知影吼，啊，就用这种方式啊来练习，啊，你就知影，你就知影讲，对音是伫对的，但是正确，啊，若无时，你就是唱歌唱到走音的，啊，就是无共款，哈，和人无共款，安尼知影吼。咱迄个西好爸比，这是一个例，啊，总是咧有真侪音，啊，比如讲，搁另外一个有列出来，迄就是啥，沙地裤衩，人会偏得。沙地裤衩，人会偏得，所以这拢总是咱这足基础。还有呢，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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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特别啥？我，来文得几声？文，所以咱的名，咱家己拢有一个名，对不对？爸爸妈妈拢互咱一个名，咱就知影咱的名到底是第几声。咱的名安怎讲？这今仔等于做咱的作业，吼。咱这今仔等于做咱的作业。啊，我的名来，咱先来看我的名，吼，叫做什么人？我这名吼，你看你就知吼，你就知影有够哈。有够无台北的啦哈啊！我这来，这是我的名叫做陈金泉哈啊金泉哈。来，这个泉第几声？泉第几声？第五声？泉，我是阿泉，对不对？第五声哦，吼，我是对。来，啊，迄个金第几声？金第一声是安怎讲？金对不对？所以你拢哦，恁的迄个足迄个吼，就来金蛋嘞。第几声？第五声，所以你看。蛋，第五声，蛋是第五声哦吼。第五声，啊，我的名叫做蛋金泉，安尼是毋是？安尼敢对？爱变调，你拢自然会晓讲。来，无我的名叫做啥？你看，我是蛋金泉，爱叫我蛋金泉，那蛋就音转起来，对不对？金嘛转去啊，所以伫台语内底，咱大家拢伫语言的习得内底，伫语言的习得吼啊。老师，第一声啊，第四声。小等。伫语言个习得内底吼，咱拢会自然变调，因为这是咱的语言。每一个语言拢有伊个转调的迄个，啊，这个转调变声转调是有规律性的，毋是乌白转的。吼，啊，迄个规律性咱拢会教，吼，啊，拢会真。你若掠调好势时，你看你是知影吼，这个语言是这个伫咱自然，所以咱拢自然。只要你是台湾人，你徛起这所在，你出世时妈妈阿嬷会含你用台湾来讲，这就是咱的自然拢会变调，咱绝对袂讲。袂讲一字讲你是蛋金泉，袂安尼讲，你是蛋金泉。你讲来，这字读一字是泉，两字是这字嘛是金，对不对？啊，若两字做伙时，就变做啥？头前字就是金
金泉，即字头前迄字就变调。那三字的时咧，即句安尼一个字变三字，甲连做的时，就变做第一字、第二字拢爱转调。迄就是变声转调吼，会说咱互咱小知影一个即个物件。比如讲，你看呐，遐有四字，忙对不对？忙爱福诶人对不对？总是呢，咱有讲忙福诶人无，咱讲忙福诶人，敢若上尾字迄个人无变的尔吼啊，迄个家己迄个报在阵头前拢转，啊，迄个转真简单吼，咱拢会晓转，咱拢免听我这，恁拢家己，恁袂讲蒙福的人，恁定讲蒙福的人，会讲啊真水。总是呢，咱既然要学习这，咱就深入来学习，咱来知影，伊这是有一个学理的吼，毋是无学理吼，安尼知影吼。拄则有同学讲到迄个，咱即摆哈？第一声甲第四声，来好，咱即摆来看迄个符号。咱先来看第一声吼，咱先来看符号，因为即个迄阵迄个作细字，迄个符号，第一声的符号，第一声无符号哈，第二声的符号是安尼对正边撇倒转来，所以咱带咱的顶管吼，有无迄个甲撇一个这样子，第二声是安尼，第三声是相反，吼。啊，第四声好，第四声甲第八声咱先跳一下吼。来，第五声是啥？第五声是安尼，第声无啊，过咧吼。第五声吼，你看第五声迄个好的顶管，迄个第六声是啥？共款。第六声你会发现，第六声甲第二声是共款，对不对？所以咱的台语拢会讲八声七调。咱通常袂讲什么第六调，咱就拢讲第二调，吼，咱就用第二调来称呼，咱就变做八声七调，八声七调，吼，八声七调。搁过来去第七调是安尼变的，所有这个音符，这个迄个声调的符号，拢飘伫无音的顶悬。搁一摆哈。所有的飘音的声符，就是声调的符号，拢总安那放伫无音的顶悬。好，所以你看下，咱来看第一字迄个西有无？你看迄个西吼，西是放伫对搭。I 对不对？西无，西一声无，第二声是啥？哦好，对不对？啊那这个好吼，那即摆罗马拼迄个大陆拼音来写 HOO， 好，再这边吼。来第三把，你看把放伫迄个 R 的顶悬有无？你有看无？来，再来跳一个迄个搞熬，对不对？熬。是不是放伫迄个R 的顶悬吼？是安怎无要放伫 U 的顶悬？咱以后再去讲吼，咱先讲这个吼。再来搞有没有？然后再来唱有没有？唱放伫迄个来录好，咱就要搁看到这个所在，咱搁有看到一个新的符号，咱爱注意。迄个唱的顶悬有一个 small n， 对不对？小小的 n， 对不对？迄就是鼻音的记号。来，请你讲哈，请你注意一下那个唱，你看伊有来。来，这个咱今仔吼会讲到这个部分吼。来，这个伊有，这个是 U 对不对？U 变成 U， 总是呢，这个是鼻音的记号，这是教会罗马字是，这是鼻音的记号。这个 small n 是这样鼻音记号，就变成鼻音的记号，的鼻音的记号。总是呢，即阵的迄个大陆教育部就把这个鼻音的记号改做，来个记得哦，注意哦，改做啥？改做 double n 哈，但迄个改做这个哈，这就是鼻音的记号。这比如讲 U 变成 U， 对不对？变成对不对？安尼知影吼？你若像这加 n 就变成u
对不对？安尼就是安尼哈，这个对不对？知影意思哦，这个就是片语物叫，这个加一个吼，咱今仔都已经有介绍到这物件，迄个咱等于是一定爱练习吼。今仔教这基础这物件，请你一定爱甲记咧。前三迄个明仔后礼拜来上课，过过后，请咱等于是因拄开始，请咱搁招咱的同学吼。特别是迄个医学生，后要做医生的哈，请你赶紧来，因为足重要，因为咱即摆吼加招几个同学来上课，来做虽然你定有小可有学习，咱即摆来甲学个较好势、较流利咧吼。咱来搁招一寡新的同学，咱来搁接收吼。搁若搁即几礼拜、即2、3礼拜过时呐，开始咱已经咧开始咧做咧组合咧拼音的时阵，迄阵若搁来时。伊即摆来，伊会听较艰苦，毋是讲无欢迎，伊会较艰苦，要学习伊会感觉讲，安那遮困难，啥物会安尼？所以要求大家即几礼拜拢毋通缺席，拢爱继续来吼。